各位50+嘅老友記，有冇諗過咧？你都可以上電視拍戲同埋拍廣告咧？我毛毛校長咧，今日就要同大家宣布一個我籌備咗好耐、好興奮嘅大 project 啦，就係嚟緊，我會同阿李力持導演咧搞一個叫做銀髮光影夢工場嘅演員體驗課程。我哋咧歡迎完全冇經驗嘅新人加入我哋嘅課程，因為冇經驗並唔係你哋嘅缺點，係你哋最大嘅優點。因為咧你冇壞習慣啊嘛，好似一張白紙咁，我同阿李導演咧就可以用最正宗、最有趣嘅演戲方法，由頭教起。我哋成個課程咧就係為咗從未接觸過拍戲，但係個心裏邊咧仲有一團火嘅你而設計噶。我哋咧會透過好多好好玩嘅遊戲同埋練習，等你咧不知不覺咁學識點樣咧放鬆面部面對鏡頭，點樣運用自己嘅身體同埋聲音去做戲。李力持導演咧佢最中意係咩啊？指導新人啦，因為新人咧嘅反應係最真摯、最有驚喜噶。對於表現出色嘅學員，我會親自用我行內嘅人物極力推薦，幫你爭取拍攝嘅工作，等你喺電視熒光幕或者係喺戲院有機會見到自己嘅演出。如果你心喐喐想試下玩下學下拍嘢，咁咧你就要即刻做以下2個步驟啦。第一就係關注毛毛校長我，第二咧就私信我，或者咧你可以喺下面咧留言發送呢個夢工場呢3個字咧，我就會將報名嘅詳情資料直接發送俾你。機會好難得㗎，名額咧就真係好有限啦。我係毛毛校長，我同李力持導演咧喺片場等你哋㗎，快啲嚟行動啦！